有一陣看到遐什麼發表的時還是的哈，我推薦加入律師社，安尼，我每機會也有一首美味啊，都得到吳濁流文學獎的新詩正獎，安尼，我都學做一下啦，免都也免對審發類的作品安尼。我們都寫作也算作家如天生的，哦，沒寫我會寂寞呢。所以有一支筆陪伴的話，你永遠不會覺得什麼環境沒有什麼害怕的，也不會寂寞，有依靠哦，有一個有撐吶，哦，寫作都可以抒發自己的心情，哦，也可以表達土地的情感安尼。慢慢的，當然參加歷史社路的好多的社會運動啦，吼，運動啦，我了解啊。以前是無像今個網絡按發達啦，一天要看3大報紙啦，個三種的喲，無像今個按多種編到個副刊的那樣。以前都一太種3種副刊就佔了。哦，一半哈，有的位主編會邀請的人下，哦，也邀稿，安尼，慢慢的會認識好多的作家，免都怪奇妙啊，朋友都越來越多，所以參加台灣文學啊，也算北部的文藝作家嘅台灣文藝哦，更加冇誒。以前杜盼芳格女士做沙總給他，所以人做沙總因為中央很人家會員吶，我認識的都會參加同性質的、同類型的，那安尼都緊。像個家吼，變啊2-3個地方都用來個作品，變家2-3個地方，過去嘛吼，像。客家有愛亞種的東西啊，有凸顯文化啦、傳統啊，一個物質的感情安尼，啊，有家東啦，有加鹽水啦，有加到好多人會用那個亞蘇斯哦，都夠早期的啦。當然唔係加今日的寫的詩啦，那當然都之後我見面，什麼人？我寫這個東西哈，我的心情表達出來呢。